又考你啦，南水北調，點解要南水北調？水四周圍都有噶啦，你望下上面，有雲，即係話會落雨啦。咁點解有落雨嘅情況之下，都仲要南水北調？咁辛苦，唉，咁大工程，點解啊？我哋今日咧要講講從香港到全國嘅水資源。香港咧其實係極度依賴外部水源㗎，而全國嘅水資源分佈咧亦都係非常唔平均㗎。喺1963年，香港曾經係發生大旱災㗎，大家知唔知道咧？水塘係徹底乾涸㗎啦，而我哋嗰時4日先至能夠供水4個小時啊！你睇下，大家都係要排長龍，拎住器具咧去攞水㗎，點好似我哋而家咁打開水龍頭就有水用呢？咁由於香港唔夠水用啦，於是乎咧，我哋就有東江水啦。東江水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從東江一路咧就輸送啲水嚟香港啦。呢條就係東江輸水管啊，係咪好大好粗咧？我哋有80% 嘅供水咧都係嚟自東江水㗎。香港嘅食水如果冇咗呢80% 我哋就唔夠水飲啦。而1965年開始供水，哇，到而家已經成60年啦。再睇下全國嘅水資源啦。咦，藍色係咩意思啊？藍色就代表有水啦，有足夠嘅水。而黃色呢啲咧就代表冇水啊，唔夠水啦。中間呢啲咧都係唔係好夠水咯，但係就未至於乾晒。但係黃色呢啲就已經係乾晒啦。哇，你睇下，南邊係咪好多水？北面唔夠水啊！咁我哋睇下有咩問題咯。北方嚴重缺水，人均水資源唔夠南方嘅1/4啊！城鄉用水差異，農業用水佔全國總用水量超過60%啊！水質污染問題亦都好嚴重，工業發展導致水源污染加劇。於是乎咧，我哋就有南水北調啦。南水北調點解要整南水北調啊？就係因為中國全國嘅水資源分佈唔平均咯，就呈現乜嘢啊？呈現南邊多，北面少，東面多，西面少嘅格局。所以有咗南水北調之後，北方就唔怕缺水啦。你睇下個水道幾闊？南水北調工程咧，其實係有3條線㗎。東線係由長江下游調水去山東、河北，中線就係今次老師介紹嗰條線啦，就從丹江口水庫一路調水去到北京、天津。西線呢，就係從長江嘅上游調水都去到西北地區。南水北調中線工程，佢有95億立方米嘅年調水量㗎，即係相當於190個深圳水庫啊！全長1432公里，係從丹江口一路去到北京咁樣計嘅。咁受益人呢就有1.2億。南水北調工程有咩好處啊？改善供水咯，為北方地區提供咗穩定嘅水源，生態修復，地下水冇再被超採用啦。咁於是乎呢，就救水進行唔同嘅生態保育啦。
保障糧食，提高咗農業灌溉水源嘅保障啦。咁即係話啲農作物夠水灌溉，咁農作物就自然豐收啲咯。促進發展，北方經濟咧就可以持續發展啦，因為夠水用，工業、農業都夠水用啦。喂，南水北調工程有啲乜嘢係世界之最㗎？哦，原來呢個調水距離咧係世界之最啊，係最長嘅水利工程。而呢個水位差咧，因為佢要克服100米高嘅水位差，亦都係世界之最㗎。而呢個最大嘅移民規模啊，因為成個中線工程移民超過33萬人㗎，所以呢個又係另一個世界之最啦。好啦，到最後我哋聽完咁多關於水資源嘅事項呢，我哋記得以後我哋要珍惜用水，認識水資源危機，了解到水資源短缺嘅嚴重性咯，培養節水嘅習慣，喺日常生活中減少用水嘅浪費，支持水資源嘅保護，參與水源地保護行動。哇！聽完之後好感恩香港人冇用水嘅困擾，但係我哋都要珍惜每一滴水，唔能夠浪費㗎。考下你，記唔記得南水北調呢條中線由起點到終點？應該咁講啊，由起點到終點要行幾耐啦？啲水要行要游幾耐先至去到終點啦？記唔記得啊？係啦，15日啦，啲水咧要從起點一路流15日先去到終點㗎。哇！講一講數字俾你聽啦，全長啊1432公里啊！哇，好長啊！你諗下一個運動場係幾長啊？係400米咋，佢而家要行1432公里，行15日先游到去終點啊！咁仲有咧，呢度咧係幾乎咧係全程咧唔用水泵㗎。吓？唔用水泵，啲水點流啊？咁咧就係因為起點同埋終點咁上下落差咧係成100米㗎，100米嘅落差，咁即係幾高啊？話俾你聽啦，100米嘅落差咧，大概係33層樓嘅落差，即係話個起點咧係33層樓高，而個終點咧就嚟到地下啦。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唔使用泵，都可以由起點一路流到終點啦，係咪好厲害咧？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由2014年開始通水，水由南面通到去北面，到而家已經係造福華北地區好多人口嘅用水、飲水、生態嘅用水。呢度係北京嘅頤和園，哇！呢個大湖真係非常靚啊！你睇下側邊嗰啲植物都生得好茂盛啊！而家喺北京80%嘅用水都係用南水北調嘅水，你話係咪好重要啦？試想一下，呢80%嘅水全部都冇晒，呢度會係點嘅樣呢？